5000年歷史長河，英雄與權力交織。如果有一個人教識人類結婚，教識人類捕魚，創造咗影響中國3000年嘅哲學系統，甚至連宇宙運行嘅規律都係由佢第一次畫出嚟。嗰個人到底會係邊個？喺華夏文明嘅神話入面，答案只得一個：伏羲。有人話佢係神，有人話佢係王啊，亦都有人認為佢其實係成個文明嘅象徵。今日我哋一齊返去遠古時代，睇下點解咁多人都認為華夏文明係從伏羲開始。你幻想下，如果個世界冇國家、冇法律、冇婚姻，啲人住喺山洞入面，靠打獵同埋採集為生，部落之間互相競爭，自然環境充滿危險。更重要嘅係，人類仲未建立真正嘅社會秩序。喺好多古代嘅記錄入面，呢段時期被稱為洪荒時代。就喺個咁樣嘅世界入面，出現咗一個改變歷史嘅人物，佢個名就係伏羲。喺古代嘅畫像中，伏羲幾乎都係同一個形象，人首蛇身，佢嘅身體好似條蛇，而喺佢身邊經常出現另一位神奇女媧，兩個人嘅尾巴互相纏繞，象徵住遠古文化對生命嘅理解。喺好多古文明入面，蛇係代表生命、大地以及繁衍。伏羲與女媧被視為人類嘅祖先，而伏羲嘅角色更似係一個文明嘅老師。喺伏羲之前，人類冇婚姻制度，部落入面關係混亂，血緣難以分辨，咁會帶嚟好多問題，家族混亂、社會不穩定、部落衝突。伏羲做咗一件非常重要嘅事，佢制定咗婚姻制度，唔同嘅氏族之間通婚，建立家庭，建立血緣。呢個係人類從原始社會走向文明社會嘅重要一步。好多歷史學者認為，呢個其實係代表住部落聯盟開始形成。傳說有一日，伏羲睇到一個奇妙嘅畫面，一隻蜘蛛喺樹枝之間織網，好快啊，就有一隻飛蟲撞咗入去，點都走唔返出嚟。伏羲受到啟發，於是佢發明咗漁網，人們開始用網捕魚，食物來源變得穩定，部落開始定居喺河流附近。呢個發明睇落好似好簡單，卻大大改變咗人類嘅生活方式。但伏羲最重要嘅貢獻唔係捕魚，而係一套改變中國3000年思想嘅系統——八卦。傳說有一日，伏羲喺黃河邊觀察天地，突然有隻神秘生物喺河度跳出嚟。呢隻就係古書入面記載嘅龍馬。龍馬嘅背上有啲神秘圖案，呢啲圖案被稱為河圖。伏羲從中得到靈感，佢創造出8個基本符號：乾、坤、震、巽、坎、離、艮、兌。呢8個符號代表天地雷風水火山澤。
呢個就係最早嘅宇宙模型。後嚟八卦發展成為易經嘅核心，而易經影響咗中國哲學、政治、醫學、軍事，甚至風水同埋占卜。伏羲畫嗰8個符號，可以話係改變咗成個東亞文明。伏羲嘅傳說仲包括好多文化發明，例如制定曆法。佢觀察太陽與月亮嘅運行，幫助人類預測季節。呢個對農業社會嚟講係非常重要。同時，伏羲仲被認為發明咗古代樂器瑟。喺遠古社會，音樂並唔只係娛樂，佢係祭祀、儀式以及部落團結嘅重要工具。伏羲到底真正存在嗎？好多現代歷史學者認為，伏羲可能唔係一個人，而係一個時代嘅象徵，或者係一個遠古部落聯盟嘅文化領袖。佢嘅故事融合咗神話、歷史以及早期文明記憶，但無論如何，伏羲代表嘅係一個重要轉變。人類開始理解自然，開始建立社會秩序，開始思考宇宙。到咗今日，喺中國甘肅天水仍然有一座古老嘅建築伏羲廟，每年都有祭祀伏羲嘅典禮。對好多人嚟講，伏羲唔只係一個神話人物，佢象徵住一個民族，係對自己文明起源嘅記憶，或者歷史上嘅伏羲早已消失，但佢留下嘅思想卻延續咗幾千年。如果話文明係一團火，咁喺華夏嘅傳說入面，第一個點起火種嘅人就係伏羲。